製圖思考首份人好出名，個個都讚佢勁。佢堅信時間就係錢，一刻都唔可以停或者浪費時間。佢間工作室長期都係泥土同火嘅味，雖然佢出好多貨，但啲評論家成日都話佢啲作品爭啲嘢，冇乜靈氣同深度。點知有一次佢趕時間，竟然提早將一個好貴嘅白瓷花樽由個高溫窯入邊攞咗出嚟，結果呢，花樽即刻因為溫差太大，咔嚓一聲當場碎晒。佢勁嬲，問嘅守路人：你做乜唔阻止我？守路人好平靜咁指住啲碎片，話考手，你輸嘅唔係時間，你輸在抗拒嗰個空檔。世間萬物都需要空檔先可以變好。呢個花樽碎裂唔係燒得唔好，係因為你忍受唔到佢喺烈火之後嗰段慢吞吞、靜靜地乜都唔使做嘅降溫時間。考手終於明，自己一直死死地攬住嘅唔係效率，而係對停低嗰種恐懼。之後佢開始學識喺做嘢同做嘢之間留翻啲空位俾自己。當佢唔再抗拒生命中嘅呢啲空檔，佢啲作品就充滿咗靈魂同埋一種好溫潤嘅光澤。真正嘅成長從來都唔係發生喺持續不斷嘅行動與追逐中，最深刻、最有力量嘅轉變都藏喺嗰啲你曾經視為浪費嘅留白與沉寂裏面。